社论：沉浸式课语教学莫撞岔路，正确导航才是语言与文化扎根之道。近年来，沉浸式课语教学在各地幼儿园、学校与社区教育中逐渐流行。许多家长、教师，甚至部分课语新传师，都以为只要在中安排一个市场买菜的模拟活动，或偶尔使用课语进行游戏互动，就能称之为沉浸式教学。然而，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也容易让学习者错失真正沉浸式教育所能带来的语言与文化扎根效果。沉浸式教学 （Language Immersion） 是一种语言教育模式，其核心并非单一活动或课堂片段，而是在长时间、连续、生活化的环境中，将目标语言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真正的沉浸式教学强调的是全程语言环境，学习者被语言包围，必须在真实情境界使用语言来解决问题和表达想法。它不只是学习词汇或短句，而是整合语言功能、认知与文化，让语言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然而，现今许多所谓的沉浸式课语课程，往往仅仅是将课堂布置成菜市场或其他生活场景，让孩子进行角色扮演，偶尔使用课语与老师对话。这类活动虽然生动有趣，也能激发孩子的语言兴趣，但它仅能称为情境教学 （situational learning）， 而非真正的沉浸式教学。角色扮演只是模拟日常情境方法，它的特点是短暂、封闭，缺乏持续语言环境支撑。活动结束后，孩子回到家庭或其他课程环境中仍以中文为主，无法在自然、连续的语言环境中真正习得能力，也难以形成流畅的语言运用能力，更无法真正融入文化生活。那么，如何才能落实真正的沉浸式课语教学？首先，课堂环境必须以课语为主要媒介。教师在教学、互动、游戏、日常问候中，应全程使用课语，而非仅依靠中文辅助。课程设计应将学习与其他领域整合，例如数学、科学、艺术、生活技能等，让孩子在不同情境中都必须运用课语思考与表达。这种跨领域整合不仅能让语言学习更自然，也能培养孩子的语言灵活性与实用能力。其次，沉浸式教育需长时间持续。理想的做法是幼儿园半日或全日采用课语环境，让孩子在大部分学习时间内被语言包围，逐渐习惯用课语思考、交流。若只是偶尔安排情境教学或角色扮演，即使生动有趣，也无法让真正掌握语言运用能力。长时间的接触是语言自然习的、语感培养以及文化认同建立的关键。第三，家庭与社区的参与不可或缺。沉浸式教育不应局限于课堂，而要延伸至孩子的日常生活。家长若能在家中使用课语交流，社区若能举办课语活动或文化体验，孩子就能在多重环境中被语言包围，真正形成沉浸式学习效果。这样，语言学习不再是课堂上的表演，而是生活中的自然能力。第四，沉浸式的同时也是文化教育。课语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承载了客家人的历史、生活智慧、民俗习惯与文化价值。透过沉浸式教学，孩子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理解客家文化背景，例如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生活礼仪与故事，进而培养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真正的沉浸式教育是语言与文化的双重扎根。最后，师资培训与课程评估至关重要。教师必须具备流利的课语能力，能在不同课程与情境中自如运用课语教学。课程设计要有连续性与可评估性，定期检视孩子语言能力发展，确保语言学习目标得以实现。缺乏专业师资或课程规划，即使营造再多有趣活动，也难以达到沉浸式教育的本质。总而言之，沉浸式课语教学并非一的角色扮演，也不是偶尔的模拟情境活动。它是一种长时间、生活化、持续的语言环境，结合文化教育与跨领域学习，让孩子被语言包围，自然而然地说、用、理解课语。唯有如此，
客语教育才能真正扎根，传承才能落实。对于客家文化复振而言，这条道路虽然漫长，但唯有理解沉浸式教学的真正意涵，并持续努力落实，才能让下一代在语言与文化上都扎下深厚根基。